继续要来讲，这几天全台湾拢有够热的热。台南有民众坐火车，动手共调整车头内底冷气的出风口，站务员发现甲阻止，乘客食不满，双方全起口角。气象署讲，未来一礼拜拢会共款遮尔热，嘛针对着屏东、高雄等等12个县市来发布着高温的警戒，提醒乡亲都要防日头晒，唔通去热着。 民众伫咧代替火车头内底，甲站务人员嚷，愈嚷是愈大声。现在会伫咧翻，敢若是因为天气伤过热，民众动手动冷气窗口，站务人员看到过界阻挡，就互民众真无欢喜。感觉有啥物代志讲就好，应该唔免，而且伊嘛是上班的，唔免就安尼。莫去共帮，莫去共用，啊，你用的就是你个人自身要找你尔嘛。记者来到代替新营车头，现场空间是半开放式，所以冷气会走出去路口，真侪乘客拢感觉真热。因为冷气都流出去了。 外面没风，里面有风，这样的温度其实没有到多大差。流动比较好，但是如果真的热到受不了，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。面对恶劣天气，民众都要有心理准备。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，全台湾是热到走无路。气象署针对真侪县市发出高温警示，特别是今明2天的温度相对上来讲是比较高的哦。那普遍的高温呢，都可以来到32到35度，那甚至在南部地区有37度这样高温发生的机会哦。气象署提醒，未来一礼拜天气赶快烧热，过道卖落大雨，民众都要加补充水分，以防着山。若要去咧山顶活动，嘛拢要加注意家己安全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